我拿去。我就拿去拿你了，拿你吗？还要放鸡了。反正你只蹲自己家的摸来着。我家鸡了。我等下去花上。那我把鸡把我移起来。我不要。可以。不然那现在在话题上我说着。你那个不就听了？你那对的我怪事头是不是？那你等会儿我到那个动个头把我头发听完了。一会儿打到我家。我拿着你拿着我一个呢，因为当时打不了，搞的那个当我拿不动了你。